有民众伫咧埋怨讲，纾困4点控是看有食无，就伫咧国小做课后辅导的兼职老师表示，家己无收入，也领无补助，就立委跳出来讲，希望教育部会当参考社区大学讲师的模式，看一寡老师算是偌济来甲因补贴。 全国停课继续延长，但是有公立国小的兼职老师向立委来订情，讲本地伫学校是负责学生课后辅导照顾的，因为毋是正式编制，嘛毋是劳工，即马毋拿报收入，嘛领无教育部的纾困补助。我们的一个薪水是来自于上课时数，支领1堂课320元的钟点费。自从指挥中心宣布学生在家自主学习之后，我们就没有办法再上课，那相对的就没有薪水了。立委高虹安表示，因为这种代课兼职老师的投保单位是伫学校，毋是职业工会，所以无符合自营者也是无固定雇主的劳工个人纾困。佮因为伫学校期间有劳保，嘛袂当申请卫福部的急难救助，等于是双边拢排除，互因亲像纾困孤立。至少在国小或者是各级学校，甚至特教班的这些老师，他能够比照像社区大学讲师的方式。如果说他有既定的工作事实，而因为疫情造成的损失的话，我们希望在这个部分能够给予他一定比例的相关的纾困补助。 高虹安表示，亲像社区大学的讲师、团膳业者等等，拢有伫咧纾困名单。目前立法院嘛当咧审查第3届追加预算，会阁提案加代课，也阁有兼课老师纳入非典型的纾困名单。教育部国教署是表示，针对这个部分，目前阁咧研议讨论。记者陈嘉文、刘水采访报道。